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iPhone 237523677啦。咁我今日呢，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個 BS 啦、BS 卡同埋我個 BS 卡盒啦。咁呢個卡盒呢，係我自己整嘅喎。咁呢，就係同一個正常嘅卡盒呢，就低咗好多。點解我會咁整呢？就係因為呢，佢呢，正常嘅卡盒呢，淨係可以裝呢一啲套嘅度位，照住呢套嘅度位嚟做噶啦。咁咧，如果你把呢啲卡落去嘅話呢，呢啲 BS 卡落去嘅話呢，就會搖來搖去咧，咁就會啲整爛啲卡啦。所以我自己剪咗一下，就整咗一個盒。咁就係咁嘅。咁呢，呢個就係佢嘅前面、右面、左面、後面、上面、下面，啱啱整到 BS 兩個字。好，咁呢啲就我嘅 core 啦。依家俾大家睇下先。咁依家數下先，1粒、2粒、3粒、4粒、5粒、6粒、7粒、8粒、9粒、10粒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粒，我有42粒 core。好，咁 core 就講完，咁呢，就輪到我將生命值卡。咁呢張卡係邊度得嚟嘅呢？就係買嗰個劍刃篇個閃耀之卡組定咩？嗰個主角嗰個卡組啦，輝龍嗰張送嘅卡。點解就好似條龍咁樣打橫過去，轉個彎咁樣，跟住到 BS 卡啦。咁係咪呢？我規定咗40張嘅。首先就係呢張唔知乜鬼，咩妖精、非迅速，唔知未完成之古代戰艦船尾神功了，唔知未完成之古代戰艦羅針盤大河乜鬼絕壁，唔知星之祭壇，唔知劍海龍 X 關島龍騎，唔知咩哥雷姆，成日都唔記得嗰隻叫咩哥雷姆，海賊王，唔知白楊樹神，星騎士，太陽神龍，炎之樂園，天劍之霸王，我最中意係呢張天劍之霸王。佢呢度唔知係咪話咩嘅，唔知喺邊個回合呢？加10000 BP， 超勁。佢第四級水平呢，就係2萬，好似話佢呢度第二級水平好似話攻擊嘅時候加10000 BP， 好似係咁樣。港版嚟嘅，呢度有少少紋喺度。天長龍神霸，額外之力，唔知輝耀之聖劍，獸裝甲炮龍，唔知日光滅絕呢張卡一定要擺落去，如果你有嘅話，因為佢可以毀滅擊突不死暴風冰壁性命強襲，同埋另一隻 spirit 加6000 BP。
巨人獵兵你都有嘅話，就一定要擺，因為呢，佢入面呢，我覺得佢好有用啦。第一個水平呢，就係呢，對方呢個卡組呢，即係淨可以中一次啫。對方個卡組入面呢，可以一次過破壞12張卡，超正。輝龍，日版嚟嘅，最衰日版。好啦，咁就係咁多啫。好，跟住就到入面。咁呢個我都剪過。呢個就係盤機。呢個就係一個普普通通嘅高豪送嘅霸王篇。好，擺翻入去。好，跟住呢，自己仲整咗另外一個卡盒，我有好多呢啲卡盒，得2個，雖然好多但係得2個。我有爆冰同埋呢隻唔記得咗叫咩，不過呢，我呢就冇擺到入卡組，我就放咗俾人哋，1張100蚊，超正。雖然蝕底咗少少，但我有天劍霸已經好噶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嘅片段就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 like 我或者 subscribe 我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